奇怪的回音呢。我们几点要开始？爸爸。我们直播9:20就开始，因为要练诗啊。那现在就20，所以差不多准备一下，我们就。对啊，你要播那个练诗的歌词哦，你们都有吗？其实对。因为这个大家不会唱的。这样差不多了吗？好。对对，因为尤其是第一首了，就是我们就跟一般的练诗一样这样唱。纸本，我写在上面。主导人，信仰告白，没有主导。哦，有。对。那待会第二场给，待会。那我们就开始了吗？开始。大家平安，逐礼拜拢会伫教会相见面。今仔日不得已爱用这款的方式，大家做伙来礼拜。唔知咱大家敢有准备好？应该唔是搁穿困衫吧？即马咱爱先练诗吼，所以会赴吼去甲衫穿互整齐。老师讲，咱爱穿整齐，等者爱照顺序来敬拜吼。咱的心若是敬虔，所踮的所在就是敬虔礼拜的好所在。今仔日第一首的圣诗，大家应该是无熟吼，我家己也无唱过，是圣诗第229首吼。咱先听一遍吼。229首吼，咱唱第一节吼，第一节的第一抓爱哦，它这是直接连下去吗？爱反复一次，这边是
接下去，来1、2、3，来。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心来服侍主上帝。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心来服侍主上帝。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心来服侍主上帝。好，这是第一节，就是差不多是安尼。若是你看的是圣诗，第一段爱反复有一个反复记号，第一段爱搁唱一届。来，即马看第二节，预备来。恁着知有着主宰是上帝，咱是存在也是会。恁着知有着主宰是上帝，咱是存在也是会。咱就是主面草着的油，咱就是主面草着的油，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心来服侍主上帝。好，这是第二节。今仔日的礼拜，不管是咱唱圣诗，还是信用告别，还是启用拢爱真大声，爱听到家己的声才会使这真重要。咱爱将咱的信用确实讲出来，互家己听到，也互边仔的人听到，大家来分享，这嘛是信徒的相通咱来看第3节咱即马已经较熟啊来大声唱来。着用感谢来进入伊的门，也用恶路来进入伊的义。着用感谢来进入伊的门，也用恶路来进入伊的义。着感谢伊恶路伊的名，着感谢伊恶路伊的名。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心来服侍主上帝。第4节，因为上主是一大国极好，伊人民主爱永远袂悔无。因为上主是一大国极好，伊人民主爱永远袂悔无。伊的心是地高万岁大，伊的心是地高万岁大，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心来服侍主上帝。真好毋过我袂当听到大家的声，实在是真可惜。咱每礼拜拢有安尼福气，会当大家做阵礼拜，做阵唱歌，做阵学路。每礼拜即个教会拢有足侪人遮来学路。即马是不得已，希望较紧的大家拢会当搁转来。第2首的回应诗，大家较熟最近我发觉有一寡长辈唱圣诗的时阵，会唱袂起哩，所以我有将即个诗歌降予较低一音，希望大家拢会当唱出来，大声来吟圣诗，来伫上帝甲兄弟姊妹的面前来，大家斗阵来学路来决志第2首是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看着真难来帮助，求主看
来帮助咱度过难关吼，度过这段时间。求圣神帮助咱会当真珍惜每一届会当敬拜的机会。咱教会已经145年啊，是146年。想看觅这100多年，每一个礼拜日早起，遮拢有歌声，拢有学乐的声，咱实在真幸福。所以咱爱珍惜。即马是忍耐，大家拢伫家己的厝里，大家爱穿好。等一下唱圣诗的时阵，无说讲爱徛起来，咱认真来做礼拜，请准备心。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请咱准备心。奉献若是有要奉献的，请咱等疫情了后改期再来教会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日网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强冲。上帝啊，愿你的权大搬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29首，圣诗229首，请咱起立。全地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合在主上帝。全地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合在主上帝。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就唱歌来到伊。全对着
在是上帝，咱是存在也是黑，咱就是主民草地的油，咱就是主民草地的油，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着应感谢来进入伊的门，也应阿罗来进入伊的心，着应感谢来进入伊的门，也应阿罗来进入伊的心，着感谢伊阿罗伊的名，着感谢伊阿罗伊的名，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因为上主是一大个极好，伊的民族爱永远袂回无，因为上主是一大个极好，伊的民族爱永远袂回无，伊的心是伫甲万世代，伊的心是伫甲万世代，全对着日主上帝来唱歌，欢喜的心来服侍主上帝。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做伙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用启应文第6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的信息后面，启应文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着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你就红；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你，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正要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高。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人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是甲人共款，用人的身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赐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骹头夫拢会跪拜，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同心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阮要大声阿罗你，因为阮生命中上界幸福的代志，就是会当日日来敬拜你阿罗你的名。早时传扬你的慈爱，日时宣讲你的公义。
会勉励来认罪，求你的赦免甲安慰。主啊，你的创造伟大，你的计划奥妙，无理性的人袂明白，愚妄的人也袂了解。我因为你奇妙的创造欢喜，你双手所创造的一切来快乐。你用温柔良善来款待万美，你用仁爱慈悲来看顾你所创造的一切。伊若跋倒的，你要扶持；谦卑卑微的，你要高举。你照时看顾万美，满足所有的需要。万美拢出伫你，接伫你得着生命。伫生命的路尾也要归伫你。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阮的境遇好歹，也拢是你所定。你是阮伫软弱的时的帮衬，伫罪恶中的赦免，是阮行好的气力，阮生命的满全。阮面对死亡时的安慰，也是阮伫天顶的喜乐。愿一切荣光甲乌罗拢归伫你。正圣徒乌罗你的荣耀，正先知传扬你的大权能，历代的信徒为你做见证。普世教会也向你敬拜乌罗。你为着拯救世间人，甘愿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你为世间人战胜了死亡，为正信徒展开天国的门。阮确信你要搁再来，做阮的审判甲救赎，拯救你用宝血赎回的囝儿。由你伫即个黑暗的时代，有缘互你的国显明，接着真理，接着人甲人之间的疼，国甲国之间的公义甲和平，互阮明白你所交托互阮每一个人生命中特别的使命，明白阮存在价值，甲历代的圣徒相通结连，来完成阮受创造的目的。主啊，阮常常活伫黑暗的罪恶中间，对生命充满疑问。阮的耳孔听无你的声，阮的目睭无明，看无你的记号。我的心硬无清气，无法度当接纳真理。伫我内心失志、心灵空虚、迷失方向的时阵，阮只有大声呼叫你的名，因为只有你会当开阮的目睭、耳孔，互阮的心清气。主啊，求你赐我一粒敬虔的心，无因为世俗的颠叛来离开你；互我一粒正直的心，无互歪错的意念来摇错、来动摇。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但是阮常常为着满足家己的私欲，将你所赏赐的当作阮家己的功劳，无愿意甲别人分享。求主你赦免，也时时提醒。阮只要有你的慈爱甲恩典，就会心满意足。求主，互阮无受暂时的私欲所捆绑，因为贪心自私来陷落伫罪恶。当阮陷落伫黑暗的试炼中间，也互阮袂失去耐性。当阮遭遇不幸甲痛苦，也袂过头埋怨甲软弱。在一切代志顶面，独我靠耶稣，阮的救主。因为只有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的疼赢过阮疼家己，你的眷顾充满智慧，你的保护充满权能。感谢天父赏赐阮会当明白你的智慧，甲一粒渴望你的心，互阮会当明白耶稣，向伊来分享阮的生命。感谢你通过教会，向阮宣讲耶稣所带来的福音。通过耶稣奇妙的临在，伊伫十字架顶面的受苦甲救赎，互阮得到永生的生命。有主的信心，即时甲阮同在，互阮放落阮心内颠盘，互阮安静谦卑伫你的脚前，听你的话语，接着阮单纯的信心来归向你，互阮伫教会的组织成做今生性命的气力。无论阮人伫倒落，阮永远意爱为着你的名来同心组织，伫你的慈爱中间成做肢体，通过敬拜甲乌罗，向世间人宣告你的慈爱甲福音。阮诚心拜咧以上的祈祷，
即是阮会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8节到第14节。在台语圣经汉语本第110页，约翰福音第6章第8节到第14节，台语汉语本圣经110页，和本修订版的新约的148页。第8节，伊的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遮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侪人有够打落。耶稣讲：“你应该遐人坐伫，迄所在侪草，人就拢坐。”少爷约了5000，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互侪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捡所食剩的屑仔，免得有拍算，就将所食剩的5个大麦饼甲饼碎，捡满12筐。”遐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迹，就讲：“这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先知。”讲道，请乌杜夫·勒巴克牧师讲道，题目是。小小的分享，大大的祝福。牧师，大家我所敬听的张集甲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受托代表我的母校。就是玉山圣阿姨来到贵教会请安报告，顺续来甲大家来拜托，来寻求大家的帮忙安尼吼。比较遗憾的是，因为武汉疫情搁提高所以咱就无法度安尼面对面来分享上帝恩典好佳在咱下咱科技足发达啦，即摆拢会当用这个直播的方式，大家嘛会当斗阵来学习上帝的真理伫遮要由咱的上主上帝保佑咱的台湾毋过互这个疫情继续安尼扩大呢互台湾甲全世界当早日脱离即款的压制祝大家平安、健康甲喜乐。今仔日对山顶来阮山顶拄好，迄个无啥物水果嘛，拄啊伫在长还无熟所以今仔日无带啥物礼物，互大家来分享啦总是我要用阮族群的一首歌来作为礼物，甲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是用我的母语台湾的国语之一泰雅语唱。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讲虽然咱可能无法度安尼常常见面无法度常常安尼交陪总是咱因为伫上帝疼痛内底，咱拢是兄弟姊妹，爱常常来互相来笑脸互相来
大道安尼啦吼，即个意思是安尼啊。我唱这首歌来送互大家。心然嘛，西木巴来拉维，伊达瓜拉么的水，老嘎达神那黑，给那呀巴达嘎呀。Anatamu sa'ana inu lo kata senahi kenaya batakaya heya nyok malahang sa huita sinramat simu balay laway Ita qua mata sei lâu kata sân nơ khi kê na ya bata kaya anna tamu sa anna inu lâu kata sân nơ khi kê na ya bata kaya hay ya nyok malahang sa回答，心然嘛，西木巴来拉维。愿上帝祝福大家。首先我要向大家代表。阮的玉神的神董事会以及院长及所有的教职员甲学生，向大家来说道谢。我知影讲，咱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关心来支持帮助这件行业吼。咱嘛知影讲，这件行业是全国唯一一个专门伫培养。原住民伫教会也是讲伫社会上需要人才的一个学院吼，所以而且嘛爱恳求大家来继续来关心这间学校。除了每年所要开的经常会以外，即摆佫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咱知影讲这几年，咱学校嘛是有起一个。综合大楼吼，这个嘛开袂少钱啊，到即马佫伫欠差不多9000万左右的债务吼，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放伫心内，伫祈祷中也是讲咱的行动中来支持帮助这间学院吼。嘛，愿上帝。帮助所有奉伊名所设立的教会甲所有的机构。有关这个5个饼2只鱼互5000人以上的人食饱这个故事吼，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熟吼，真熟。这个故事嘛是咱的4本的福音书。福音团内底唯一拢有记载的一个故事吼。这个故事虽然讲4本的福音书拢有写着这个故事，总是因的写法吼，内容有即款有即款无共款的所在吼。我今仔日是摕迄个用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所写的这个故事来甲大家来分享。这个目的就是讲。咱要对2个真关键的人物来了解这个故事到底要甲咱讲什么款的启示吼？一个就是咱知影讲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就是安德烈吼。另外一个是虽然无提起伊的名啦，总是伊所做的吼，2000多年拢有人安尼一直
去讲即个代志，就是一个细汉的囡仔吼，细汉囡仔。这个故事，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当咱伫服侍时，拄着困难、困境的时，咱人哦，往往就是先用咱家己的目睭来看这代志。咱先考量就是讲，这有我的能力会当做无？吼，会当做无？还是讲，咱即马所有的资金，即个经费，会当推动这个工课无？吼，咱首先受到是即款的想法。所以咱看到讲，即个头前咱读到即个经文的头前，耶稣看到遮尔济人吼，一工听伊的讲道安尼吼，拢无食物件呢，相信讲拢巴肚枵啊吼。所以耶稣就找一个门徒，就是腓力吼，腓力，甲伊讲，咱敢会当摕一寡咧食物，互遮的人食呢吼？咱就看到一个腓力，伊的反应就是甲一般人差不多啦吼。伊就回答耶稣讲：咱即马吼，剩20二两的钱尔定啦吼。就算用遮个钱去买遐个食物吼，嘛无法度互遮个人食饱啦吼，无够遮个人食呢。所以咱就看到讲，当咱伫服侍当中，伫推动上帝事工当中，用咱家己的目睭来看代志，考量咱家己的能力的时，咱往往就是会无法度做代志吼。所以咱就看到腓力即款的反应，差不多是咱一般人的即款的看法。总是咱往往袂记讲，咱后壁有一个真厉害的一个靠山啦吼，靠山就是耶稣基督。咱往往袂记讲，耶稣基督，咱的上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当咱袂记即个代志的时，咱就看到讲，这物件、这代志，咱袂法度做。这时阵，咱看到另外一个耶稣的学生，就是安德烈。伊当腓力安尼回答耶稣基督以后，伊就带一个细汉囡仔来见耶稣基督。伊搁讲一句话，甲咱的主耶稣讲：只有2、5个饼啦吼，甲2尾鱼啦。毋知遮个物件。毋知会当互遮个人食饱袂啦吼？就是咱知影讲，迄个消极的人，亲像腓力即款的人，常常无法度做代志，是因为已经互家己的能力所限制吼，所以无法度做。总是积极的人吼，积极的人，会对无可能当中找到有可能的方法出来，伊明知讲，可能我无法度做即个代志，总是毋肯安尼就放弃吼。伊一直去想办法讲，上少嘛爱做一寡啦，看结果安怎吼。这就是较积极的人吼，积极的人就是安尼。所以咱看到讲。当所有的耶稣的门徒拢毋知要安怎样的时，咱就看到即个安德烈会默默的到迄个即个群众当中找到一个囡仔，即个囡仔嘛拄啊好有带5个饼甲2尾鱼吼，嘛拄啊好，即个囡仔嘛足愿意将遮个物件摕出来分享。所以咱就开始讲，咱即个代志就甲咱启示讲，是咱对人来看，咱的能力、咱的智慧，实在是无法度做较大的代志。总是咧，
这无代表讲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是无法度做代志吼。安德烈个即款的信心，伊是讲要尽一切可能性去做家己会当做的代志。咱看到即个细汉囡仔，伊的信心就是将伊仅有的这加密吼，拢总奉献出来。即两款的信心的表现，拢是主耶稣基督所欢喜看到的。因两个拢是用所有的可能性的，尽一切可能，将家己所剩的这物件奉献出来。咱知影讲，当因安尼做时，上帝就会使用这物件来做成一个真奇妙的代志。约翰福音的作者伫遮特别提起5个大麦饼甲两尾鱼吼，这原来是一个细汉囡仔所提供的。咱知影讲，带这个囡仔来见耶稣基督的，就是安德烈。伫遮要注意的是，作者特别提出讲，这个5个饼是大麦饼吼，大麦饼吼。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大麦吼、大麦吼，通常是用来做迄个饲料吼，来饲咱厝内所饲的这动物用的饲料啦。吼，一般人是较少用这大麦粉这个来做迄食人要食的物件吼。除非是讲这个厝是真送香的，吼，送香的人才会当用这物件来做因的食物。所以当对遮会当知影讲，这个细汉囡仔的家境可能毋是真好啦，吼，应该是送香人的来囡仔吼。总是伫遮，咱看到讲，虽然是安尼，总是当遮的咱看起来是无啥物价值的食物吼，摕起来奉献给主耶稣来用的时，咱就看见讲，耶稣就用遮的物件做成一个真大的神迹吼，神迹吼。所以咱看着讲，伫遮嘛伫甲咱教育一个代志，就是讲，天下无白吃的午餐啦，哦，咱会有通食，有通啉，咱就应该要感谢啦，哦，因为所有的恩典拢是来对上主来的，所以咱爱常常感谢上帝，咱的主。阮教会，我即马伫新德县的五峰乡吼的一个部落内底一间教会叫五赖教会吼，以前叫做井上教会啦，即马是五赖教会。阮教会伫2年前吼，差不多2019年的时，受到总会的派遣吼，到迄个中国甲印度的中间有一个国家叫做尼泊尔吼，尼泊尔遐。阮伫遐去学习一个真宝贵的经验吼，是啥物咧？因为迄当阵咱的总会伫阮去正差不多5年前吼，发生过尼泊尔大地震哦，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大地震内底尼泊尔受创非常严重吼，严重，所以这世界逐位寄来足侪这个捐款，捐款来帮助这个国家吼，用心来重建安尼。都是咱的总会嘛，有收到人的捐款吼，要求咱的总会嘛去帮助这个国家呢。所以
总是吼，咱收到的捐款吼，比较遐对各国来的迄款的大企业家、大企业还是讲迄个 NGO 团体，咱所得到这个募款，较应该是小巫见大巫安尼吼，所以迄年咱有派人去关心，总是无将遮个钱用伫遐啦吼。所以过了5年以后，总会甲迄个尼泊尔遐有联络以后，才知影讲，虽然大地动咱无法度帮什么忙吼，总是还有一个所在，咱会当去帮助安尼。咱收到迄个款项吼，会当做一款做一个事工安尼。是甚物咧？因为伫一个小小的所在吼，伫尼泊尔一个小小的所在，迄个社区差不多有8间的8户的人家吼，迄地区是每年的5月是拢会淹水啦吼，淹水，所以因淹水时因都将因的厝拢放掉吼，伊都避到迄个较悬的所在安尼。每年差不多有2礼拜、3礼拜都是安尼啦吼。因为因去的因是宋乡人啊，所以因去的厝拢是用迄个泥土这个抹这个竹竹子这样竹片这样，所以等淹水时，这厝拢倒了哈，所以没办法住，所以因拢走了安尼。所以总会知影以后，咱就甲因联络，伊嘛无钱吼，去买遐个好的材料来起这个因的新厝安尼。总是当这个代志进前吼，咱的总会总干事林丰忠牧师捌带因的所有的干事的团队吼来到阮的教会吼，来教会做3天的研讨会吼，因的4天研讨会，因就带伫阮的教会伫遐开会上特别是因每餐食饭的时拢伫阮教会边仔，我甲阮的长老执事斗阵起的一个阮的传统的竹仔厝啦吼，竹屋啦。这个竹屋吼，互这个所有总会干事群吼，有一个真深的印象安尼吼。所以当因得到这款的消息讲，尼泊尔遐个宋乡的人社区需要用最省钱的方式来起因的厝的时，伊就想着讲，咱太儿做的这个竹屋的技术会当帮助因啦，所以总会迄个教协委员会就想着讲，有来教会会当去帮助啦，所以迄年阮就做一个8人的团啦吼，阮就去遐做差不多半个月时间，伫遐帮助遐个8户先一方面教因要安怎起阮的较特殊的即款的竹仔厝的这个方式技术一方面就是帮助因起因的厝安尼，阮起拢是做2站的所以因的淹水大概拢淹到1公尺左右，所以阮去两站的时候，阮是讲安那水安那淹水嘛无要紧，因会当住伫迄2楼免走安尼所以阮就帮助因起这厝用竹仔用阮太阳厝的这款的技术，恁得到后来半个月以后，因就学到这款的技术阮伫遐的时，阮帮助恁起2间半的厝，总是阮转来以后差不多1年的时间，
因八经拢去了吼，去了，所以这个技术因有学着安尼。我想讲，这个真奇妙吼，安怎讲咧？咱知讲，竹仔对阮泰雅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植物啊，吼，不但是对阮伫一般的工具吼，特别是对食面的时阵，一个就是阮会当食着真好食的竹笋吼，竹笋。以外就是迄个竹仔会当做你会当做碗，会当做迄个汤匙啊，搁迄个碟啊吼，拢会当用。上重要就是讲，对于大家来讲，以前阮的厝拢是用竹仔砌的，吼，所以咱应该知影讲，伫台湾的北部这个山顶内底吼，山内吼，你看到有迄个竹仔拿吼，就是这个竹林吼，你就知影讲，这个是大约大过的所在啊，大过所在。反过来讲，只要是大约有大过有住过的所在吼，一定拢有留迄个竹林啦。所以这个竹仔较大约来讲是非常这个相辅相成的一个物件吼。总是咱嘛知影讲，今仔日起厝吼，大概用两种的材料啦，一个就是阿摩头啊，钢筋水泥嘛，一个就是什么，最快就是浪板啦，这两项的材料即马拢取代传统的迄款的材料呢，所以即马吼，阮泰雅族来讲，已经无人用迄竹仔起厝啊啦，所以我意思是讲，即款的技术愈来愈无人用啊，所以你要失传啦，要失传啦。无想到讲这一定应该要失传，无人用的即款技术吼，提起迄个尼泊尔所在，因拄好足需要即款的技术啊。所以我就是讲，我对这个代志有深深的感觉，讲真正是安尼。咱搞起来是无爱用啊，无什么是路用的物件，总是到遐个需要的人奉献互因的是因，就诚侪因大的祝福安尼。所以阮看起讲，哇，遐个尼泊尔人吼，非常感谢阮教会吼，因甚至因的市长吼，那个迄区的市长市长。亲身来到咱的总会，嘛来到阮的教会来做来甲阮说道谢呢吼。所以我对这个代志得到真大的感受，就是讲，是咱认为无路用、袂当用的物件，总是伫上咱奉献给奉献互上帝时，上帝会用这个物件诚侪另外一个真大的祝福对另外的人安尼。所以头过一摆的这个尼泊尔服饰，我搁一摆体验到这个5个大麦饼甲两尾鱼的故事，真深的意义就是讲，只要咱对神底愿意奉献任何的物件，互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的时，这个物件拢会诚侪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祝福。上帝一定会用这个物件来祝福做侪人。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安德烈用伊唔肯放弃即款的态度，找到一个细汉的囡仔，这个细汉的囡仔拄好来摕5个饼甲两尾鱼仔来奉献给主耶稣。这两个人的行动做成绩，今仔日咱所看到这个5000人以上得到饱的这款的成绩，甚至当所有的人食饱以后，发现讲还佫有12个哪的迄个所存的食面，拢食袂了呢。所以咱
做基督徒真正是真幸福吼，非常幸福啊！咱会当随时来享受上帝互咱的祝福，安尼咱敢袂通常常将咱对主耶稣、我们的主上帝领受这恩典，甲别人来分享咧。不管咱所分享的是真贵，也是讲真普通，也是讲真侪，也是讲足少嘛，无要紧。无论是多一款，只要是来对心德来奉献给咱的主耶稣的事，咱就会看到这个代志会大大的发挥伊的功能哈。所以伫遮，我要甲大家来互相来勉励，愿上主帮助咱会当学习安德烈即款的积极的学习的态度，互无可能诚侪可能吼。咱嘛会当学习遐个无赦命的即个细汉囡仔，甘愿来奉献伊真纯的遐个食物，互咱的主来使用，比较做成一个真大的故事吼，真奇妙的代志。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应该要学习即款的态度，咱嘛会当甘愿分享咱对上帝所得到济恩典。安尼，我相信上帝会互咱看见济神迹啊，伫咱的头前呢。愿上帝来祝福大家，咱三个来祈祷。做我的上帝，感谢你。现在起，阮虽然因为武汉疫情的关系，阮无法度拢来到教会内底来互相交陪，来撒角领受你的恩典。总是你甲阮用即款直播的方式，嘛会当互相来学习主你的道理。真正感谢你，利用这五饼二鱼的故事，搁一摆来教育阮作为你的学生，作为你的囝儿的，会当用较积极的态度，以及甘愿奉献、甲分享的心，来诚侪，互你的事工会当成功的即款的方法，即款的态度，由你帮助阮学习安德烈即款的积极的态度，也是一个无写伊名的细汉囡仔，伊安尼甘愿奉献伊所仅存的食物，即款的态度来跟对你，来伫阮所在的所在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祝福阮，甲祝福台湾以及全世界，早日来脱离这个疫情的统治甲压制。求你祝福阮每日有喜乐甲平安。感谢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21首，圣诗521首。请起立。是他。
请坐。消息报告：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特别派乌杜夫·勒巴克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牧师，请兄弟关心代祷。第二点，配合中央政府防疫的规定，对即日起，本教会主日礼拜要全面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聚会。请会友通过手机、iPad、电脑，甲会当上网的电视，由家长来带领，伫主日礼拜的时间，甲全教会来同齐敬拜上帝。第八礼拜维持第一场伫上午9点半，第二场伫上午11点开始。其他教会的聚会活动拢暂停，包括礼拜的这个早祷会、萨姆尼牧区。所有的小组、查经班、团契、圣歌队、儿童诗班、敬拜赞美团、欢乐周六赞美操。第三点，周三基督会改用线上来举行。牧区消息：中年团契对即日起暂停聚会到8月底。教界消息。市中上年无5月19拜3的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取消。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实在无法度想到，咱顶礼拜甲你母亲节的安尼的联合的礼拜，总是今仔日咱就爱伫咱的个人的厝里做伙来礼拜。毋过我相信，只要咱敬虔敬拜，上帝拢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嘛毋免烦恼，咱就按照咱的规矩，好好啊戴口罩、勤洗手，尽量莫出门。我相信即个期间会紧紧过去。所以咱即时咱来看一个迄个图片，就是讲咱的即个戴口罩有新的一个方法，就是咱以往拢是戴一层的迄个医用口罩，但即摆有建议较新的研究，就是讲咱伫即个医用口罩的外面，佮戴一层的布口罩。所以安尼2层的防护，所以外面迄层是戴布口罩，布做的迄种的口罩，会当加强咱的迄个防护，所以咱即个期间，咱若感觉身体无啥爽快，咱嘛一定爱紧去看医生，互咱求上帝会当引带咱，互咱即个期间紧紧过去。只是咱嘛有一寡具体的消息，咱做伙来甲因关心。互咱做伙来为着咱住院的兄弟，
徐义国弟兄、林俊生兄、赵佑庄兄，吼，咱嘛为着瑞明兄来祈祷。瑞明兄伊最近嘛入院治疗，吼，咱恳求主帮赞。咱嘛为着伫处理遮个兄弟姊妹、张老师、阿贵哥、雨婷、民主姐、庆和兄、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春文兄、阿淑姐、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谢丁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豪姐。咱第二场礼拜嘛有一位姊妹张美兰姐，吼，伊伫过来拜五，伊要去做开刀，乳房的开刀，吼，咱嘛恳求主手术，互伊平安。所以即时咱开喙，咱嘛为着咱的教会，吼，为着咱遮个机体，咱嘛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全世界，互咱开喙来祈祷。咱会当伫咱个人的处理，咱开喙，咱就好亲像是咱伫教会做礼拜共款，咱做伙来祈祷。主愿相信，无论什么款的境况，拢有主你的带领，拢有主你的看顾。主愿为着即时，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内心，阮可能有惊吓，阮真不安。主，阮来祈祷，阮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会当帮助阮，会当仰望你，无互即个环境来去引阮的目睭，互阮相信上帝你伫阮的四周围在掌权。主，阮恳求你保守，互阮兄弟姊妹，无论伫阮的厝里，阮做礼拜，也是伫阮工作，也是伫阮的社区，也是伫阮的学校，阮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甲阮同在。总是伫即个疫情的期间，阮也恳求上帝，互阮学习，亲像今仔日牧师讲道所讲的，互阮愿意来分享，互阮会当积极。亲像安德烈带即个囡仔共款，将安尼祝福落互5000个人食饱。主，阮相信要透过阮的关怀，互阮四周围遮个惊吓的朋友，也互因感受到上帝你的疼，上帝你的看顾。主，恳求你使用阮。主啊，帮咱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虽然今仔日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你的面前奉献，总是主，阮要替即个学校祈祷。恳求你保守即个学校，继续造就你的工人。主也恳求你补足因的需要，无论是金钱上的需要，也是祈祷上的需要，恳求你拢补足。阮也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祈祷，有几位伫病院的，恳求你医治帮赞，也赏赐体力，互看顾因的亲人。主也恳求你祝福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姊妹。互遮兄弟姊妹的心嘛充满平安。阮也为着台湾来祈祷，主，阮看见台湾只是有安尼疫情真爆发的情形，主总是阮恳求你来看顾即片土地，互阮即片土地会当伫上主你的带领下面，互阮每一个人民拢会当平安。阮嘛为着阮中南部还伫欠水来祈祷，恳求主赏赐教育的河水临免阮。主，阮也为着全世界来祈祷。你看见即个世界要受到疫情极大的影响甲受伤，
主恳求你的怜悯，帮助阮全世界会当伫即个时期间，会当来超找你，会当到你的面前来悔改认罪。主恳求你，趁即个时就恢复阮甲你的关系，帮助阮会当找回主你，创造阮迄个美好的形象，会当找着你。主恳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来吟圣诗，圣诗397首，圣诗397首。吟诗了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赐福爱你，愿上帝的眼光天照你，也应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深深看顾你，就是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